大家有冇睇過一個問題，就係快樂學習同學術成就呢兩樣嘢，係咪天生就唔可以共存？好似要成績好，就一定要犧牲快樂，係咪？不過喺香港有一間小學叫做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，佢哋就偏偏唔信呢套，仲真係將呢兩樣嘢完美結合咗。今日我哋就一齊睇睇下佢哋究竟係點做到嘅，佢哋嘅成功嘅秘訣到底係咩呢？答案就藏咗喺佢自己創造嘅一個詞入邊，叫做 Happydemic。你哋呢個唔淨只係一個聽落好型嘅口號，其實佢係一個公式，將 happy 開心同 academic 學術呢兩個字加埋一齊。對佢哋嚟講，真正嘅教育就係呢兩樣嘢，一樣都唔可以少。你哋就好似林家康校長講嘅呢句說話，真係直接挑戰咗我哋好多人嘅諗法，係咪先？我哋以前都覺得，要博學業，邊有時間開心啊？但係呢間學校嘅理念係完全相反，佢哋覺得學生學習嘅真正動力，正正就係嚟自一個開心嘅校園生活。好啦，聽落理念好正，係咪？但問題咗啦，到底要點樣執行呢？我哋就先睇睇下佢哋嘅學術策略方面係點做嘅。好簡單，佢哋圍繞住三個關鍵字：專注、支援同埋自學。佢哋第一招，我覺得真係幾聰明，就係直接改造課表。佢哋將所有學術課程全部集中喺學生精神最好嘅上午，而且更有趣嘅係，每一堂課由50分鐘縮短到35分鐘。你可能會問，佢夠唔夠啊？你睇下，與其等個細路坐喺度慢慢分心，不如佢哋喺最專注嘅黃金時間內，將學習效率拉到最高，係咪先？OK， 淨係有效率都未夠。佢哋仲做到真正嘅客製化支援。點解咁講呢？就係學生會按能力分組，但重點地啦，無論你冇邊個組，學校都會俾你最啱你嘅教學方法，仲有助教嘅隔離隨時幫手。冇做最大嘅好處係咩？就係確保咗一個小朋友會跟唔上，真正做到我哋成日講嘅因材施教。而且學校嘅目標唔淨只係再知識俾你，佢哋更想培養到識自己揾答案嘅學生。所以你睇下，佢哋提供咗各種自學工具，好似自學套件、溫習套件、網上學習平台等等。呢個就好似真係將學習嘅方向盤交翻俾學生自己，等佢哋學識負責任。呢啲先至係可以陪住佢哋一世真正有用嘅能力啊！好啦，我哋啱啱講完學術，即係 academic 嗰部分嘅 happy 快樂嗰部分又點呢？呢間學校有一個聽落超級吸引人嘅承諾，就係將功課留喺學校，將快樂帶翻屋企。咁呢個聽落係咪所有學生同家長嘅夢想？佢哋究竟點做到佢？秘密武器就係佢哋重新設計嘅。喺下晝時段，你睇下流程係咁嘅。首先有一個高效率嘅功課時段，大家喺學校就做晒功課，跟住就有一個好聰明嘅獎勵，只要你準時寫完，就可以換到真正嘅 free time，想玩咩就玩咩。最後先至係去參加好似 STEAM 咁好玩嘅活動。咁樣一來，做功課就唔再係痛苦嘅事，反而變成一張通往快樂嘅門票啦。如果要講有咩活動可以將呢種快樂學習嘅氣氛推到最高點，佢絕對就係全校都會參加咗李炳閃臂球聯賽啦。不過你唔好以為呢只係一場普通嘅體育比賽，其實背後大有文章。冇錯，你睇聽錯，一場閃臂球比賽竟然係佢哋品格教育嘅核心。你睇下啦，喺呢個細細個球場上，學生學到咗點止只係拋波閃波嘅技巧咁簡單啊！更重要嘅係團隊合作、責任感，仲有嗰種俾人打中都唔放棄嘅毅力。每一次傳波，每一次閃避，其實都係冇建立佢哋嘅自信心同埋成個班嘅凝聚力。所以你喺呢種將快樂同品格教育結合埋一齊嘅方法，唔單止係為咗令小朋友而家開心咁簡單，更重要嘅係幫佢哋準備好面對未來。因為學校好清楚，小朋友遲早都要離開校園，到時真正可以帶走佢，就係呢啲一世都用得着嘅能力同價值觀。佢哋嘅策略呢，我覺得可以用軟硬兼施嘅形容，真係好平衡。點解咁講呢？硬嘅方面，佢哋大力推動 STEAM、AI 呢啲未來必備技能。但同時，軟嘅方面，佢哋都冇放低，好用心嘅培養學生嘅責任感、毅力，呢啲永遠都唔會過時嘅品格。為咗做到呢一點，佢哋甚至自己開發咗一個專屬嘅 AI 學習平台，叫做 Lpedia。你睇下，
呢個唔只係一個普通嘅 App 或者網站，佢更加似學校幫每個學生打造嘅專屬知識庫，可以練習語言。AI 仲會幫你出題目，咁樣就令到自主學習呢件事變得更加勁，同時又更加好玩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睇聽落真係好理想，但係呢個模式真係行得通咩？最好嘅證明就係直接睇下佢嘅老師團隊嘅成就啦。呢啲獎項就證明佢哋教學方法唔單止有創意，仲真係好勁。你睇下佢哋創新嘅教學模式，特別係數學科嘅應用，直接幫佢哋喺香港教育界可以話係最高榮譽之一——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。呢個就係對佢嘅教學成果最直接、最有力嘅肯定啦。而且仲唔止喺香港，佢哋嘅影響力已經擴展咗出去。憑住喺 STEAM 教育方面嘅出色表現，佢哋嘅老師甚至喺大灣區都睇到卓越獎項。呢個代表佢哋嘅做法嘅更大範圍都得到認可。有啲呢啲獎項嘅肯定，佢哋嘅角色都開始轉變，由一個默默耕耘嘅實踐者變成一個經驗分享者。你睇，連教育局都邀請佢哋去分享成功經驗，無論係特殊教育定協作教學，佢哋都梗係將自己嘅影響力好似漣漪咁，慢慢擴散到成個教育界。所以話李炳紀念學校嘅 Happydemic 模式，其實證明咗一樣好重要嘅事：快樂同學術從來都唔應該係一道二選一嘅選擇題。佢都令我哋回頭睇下，如果有一日我哋唔再逼咗細路去做呢種痛苦嘅選擇，冇教育喺未來會變成點呢？或者呢，就係我哋都應該期待嘅新藍圖啦。